来继续来到南投德山的大湾，当地八卦地方沙库拉当咧大开。今日的沙库拉所形成的磅空景色是真水，阁会当闻到地方的清芳，互人感觉真舒适。粉红色樱花步道，抑阁有真水的地方风景，这是伫德山镇的八卦地方。 有真的游客专工上山来欣赏。我看台湾真的是很美，真正高水啊！我们都有出过国啊，没有像台湾这么漂亮的。很漂亮，它这里樱花有隧道，别的地方好像没有看过。八卦地方伫海拔1300公尺的山区，这樱花总共有300花期，种类嘛真侪，花期估计到3月份。 现在的一个垂樱已经开始在盛开了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几个月的时间都是赏樱是很适当的一个季节。那欢迎大家到竹山、到八卦茶园赏我们的垂樱或者是山野樱。全台各地拢有赏樱花景点，德山镇即摆樱花嘛开甲长水，若有影乡亲会使去德山镇赏花、啉好茶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